若是我要唱歌学罗你的快乐，早起时要大声学罗你的慈爱，因为你捌做我的关台，伫患难的日做我逃闪的所在。我的快乐啊，我要唱歌学罗你，因为上帝是我的关台，是我慈爱的上帝。三甲来吟圣诗学罗上帝，圣诗308首，阮要唱歌来学罗，请这请起立。徛着用主耶稣甲是咱的基督文来祈祷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抵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期。阿免。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录音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外上天，打坐着全能的爸，上帝大病。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国外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17章诗篇65篇。上帝啊，人就伫锡安称赞你。听人祈祷的主啊，罪恶多我。你所竞选，互你因亲近你，住伫你殿院，即款人真有福气。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因欢呼。上帝予水满满。你管压田横，收平土地。
这声，你赐福，互农作物大长。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王冠，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得滴。草埔用羊群做衫穿，这声。三甲鸭头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天顶的阿爸爸上帝，阮要来学罗你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是慈爱的主，你的疼，我永远算袂了。主啊，全世界的政治、经济战争一个搁一个，好消息、歹消息拢无停过。感谢你透过关税的谈判，互全世界看见台湾的实力，台湾人的拍拼，台湾人的无认输，台湾人的善良。虽然台湾面对的挑战愈来愈大，中国的威胁、国会的动乱，互阮的生活常常无平静。毋过，阮相信你是台湾人的主，这块土地有主的祝福，因为你亲手扶持。互阮伫风影中有对你来的平安，求主继续施恩看顾，赐智慧互领导者，也保守所有台湾人的心怀意念，互台湾成做你荣耀的国家。主啊，我要将教会今年3月甲6月的事工交伫你的手中，社区的长青乐活班、智慧手机班、烘焙班，求你亲身来带领。阮特别为着服侍同工来祈求，求你充满因的心，互因伫服侍中间无看见艰苦，只有看见主耶稣。阮嘛要为着参加这课程的兄弟来祈祷，互因毋但是来上课、来交朋友，嘛会当透过同工的服侍来认识主耶稣，享受救恩。诚做上帝的囝儿，或者课程、同工，诚做传福音的器具。主啊，我要为着教会祈祷会来祈祷。阮知影，祈祷是教会心脏，心脏若勇行，教会就溃力，就会兴旺。求主鼓励兄弟有较无你的心，互祈祷会诚做一个祭坛，透过兄弟祈祷，诚做芳芳的祭。互这段的会愈来愈旺，愿圣神带领人们有合一的心，继续推动对福音真理有利益的事工。互阮知影，阮所有的事工拢是伫服侍同一位主，毋是服侍人。愿祈祷的声充满伫教会中间，互圣神的火教会中运行无煞。阮安尼恳求甲祈祷，拢是互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们。是要请本堂雅音合唱团来献诗学罗上帝，因要唱的诗歌是《上帝是我牧者》。
三甲咱领受上帝的话，今仔的经文记载伫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3章14节甲21节。因为安尼，我跪落伫爸的面前，就是伫天顶地下拢总的家，对伊来号名的，求伊照伊荣光的富有，对伊的神用宽容，互恁心内勇敢，互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，互恁有定根下地基伫仁爱，才会甲拢总的圣徒晓悟遐重、宽、悬、深，也会知基督的疼，就是搬过伫人所会知的疼，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。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，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。愿伫教会伫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伊到万代万世，代代无煞。阿免。讲道，今仔讲道是大牧师，伊要讲的题目是 More and More。弟兄姊大家平安。大真多谢亚英合唱团用上帝是咱的牧者来带咱做伙学罗上帝。之前我捌看到一篇文章，伊安尼讲：圣经真趣味，对旧约甲新约，拢一直将上帝也好、主耶稣也好，描写是咱的牧者。咱是因所牧养的羊群，但是就伊所了解羊群，伊感觉圣经安尼讲咱是羊群。这是一项足趣味，但是嘛足值得咱深思的一项事啊。因为当咱看到一寡羊仔看起来那真，要安怎讲，都乖乖啊伫遐，但是就伊的了解，其实羊仔迄毋是叫做乖乖伫遐，伊只是脑筋放空，脑袋空空，就知影食。毋知安尼会讲到咱有人。这个过年的厝就是脑袋放空，一直吃无。但是咱这个行业叫做耍废啦吼。平常时可能大家生活工作真正压力真大。但是这篇文章所咧讲的羊仔固执起来的时阵，不止啊固执，会固执甲讲吼，连顾想伊的牧者嘛甲踏落去，是毋是安尼？哦，咱若对羊仔有了解的话。所以有当时啊，这篇文章真正嘛，互咱做一个参考。但是讲到 more and more， 去年我拄来到咱的中间的时阵，拄好嘛有另外一个牧师伫另外一间教会伫遐就任，也有一个讲文礼拜。我甲牧师娘有做伙去参加。在伫遐的时阵，讲文礼拜还未开始。伫我边仔的另外一个牧师，伊伫咱台北中会已经服侍20几年久。伊就甲我讲，这间教会非常可惜。进前2-3年的牧师拢真认真，但是嘛无法度挡会掉这间教会伊聚会人数一直减少，一直减少。所以阮两个就小可手震，啊无吼，台北中会咱附近有一寡较指标性的大教会，咱甲查看卖一个好无？结果你要到总会的网站查到咱附近有一寡教会，就算作是伫市区内面足潮的哦。啥物叫足潮？阮所查的迄几间教会，每一间历这10年来，拢总衰退3成啊，拢总衰退3成。但是伫最近这段时间，有机会甲台北中会一寡牧者咧讨论事工的时阵。大家拢有发现一项事，其实遮对教会无去的3成的会友兄弟姊妹中间，其实毋是因真正离开教会，因只是习惯过去的疫情的时阵，坐伫厝里就会当看直播做礼拜，习惯了后，劲就无搁出来啊。但是阮的担忧是在于，这个社会咱会当看到人甲人之间的交陪，人甲人之间的关系哪来哪清楚。若是这款的状况影响到咱的家己的教会时，有可能咱的教会嘛会哪来哪清楚啊。所以不怪圣经一直在甲咱讲，
庆修主日的礼拜毋通停止聚会，因为咱若停止久了后，即款甲咱兄弟姊妹中间的青疏，嘛有可能会哪伫咱中间发生啊。就亲像昨我甲牧师娘有去帮忙主持一个兄弟的告别式，这个兄弟嘛真可惜，过去伫教会内面有洗礼，但是因为伊后来嫁去非基督徒的家庭了后，渐渐就无骨再来教会做礼拜啊。相对的，伊的囝儿孙无人伫教会，所以当这个姊妹过身的时阵，因为因规个原本婆家这个娘家这边的家族拢是基督徒，所以有一个弟弟感觉安尼袂使，就来找咱来斗相共，在咧中间，包括讲一开始，这个阿姑带着这个过身的姊妹两个囡仔来甲我讨论告别式的行程、告别式等等的代志的时阵，这两个囡仔对咱教会拢已经40几岁啊。这两个囡仔对咱教会要做啥物款的告别的礼拜完全无概念，咧讨论迄个内容的时阵，因完全无意见。到尾啊，这个阿舅咧问讲，啊无这个停书单，咱要印偌济份的时阵，这两个囡仔感觉讲，其实无需要印吧，无需要印啊，因为伊的妈妈交代讲简单就好。这个阿舅咧甲解释讲，这毋是叫做简单就好。因为妈妈的愿望是讲会当用教会的礼仪来做这个告别式，但是迄个简单就好是讲咱毋免劳烦伤侪亲友来参加，所以咱就至亲的这亲友敢招来安尼就会使。所以，在咧问讲啊，这后生查某囝，恁感觉印几份这个订书单有够？所以这几个后生查某囝就讲啊，无印几份啊就好。啥物叫印几份啊？印几份啊是几份？所以这个后生查某囝安那讲嘛讲袂出话，所以这个阿舅讲啊无安尼啦，牧师，恁帮阮印30份安尼就好，印30份就好。无拍算昨真正伫二滨咧告别式的时阵，规个厅是坐满满，因为虽讲爸爸迄边的家族拢是非基督徒，但是恁妈妈这边的家族拢是基督徒啊。伊的阿姨、伊的阿姑等等的家庭，真拢伫教会内面，甚至因的亲情、为亲情，两代三代，抑佫伫同一个教会咧做礼拜。所以伫遐看会出来讲，伫教会内面抑佫咧聚会，遮的亲友因真正互动真热络。但是即个过身的姊妹，伊的囝儿孙，甲大家在那像咧甲青疏，迄个青疏除了平常时可能足少互相吹以外，佫无伫教会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咧拍招呼，讲一寡代志，因听无。好佳在遮阿姑、遮阿姨知影遮的囡仔辈、孙仔辈的状况，所以拢会去甲因拍招呼以外，嘛会叫着家己伫教会出入，遮后生查某囝的孙仔，尽量甲因有一寡互动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就是讲，伫即个青疏的社会，人甲人哪青疏，咱毋通互咱的教会嘛哪青疏啊。特别是当咱三家咧做礼拜的时阵，毋是只是咱看到你看到我，咱感觉欢喜尔。因为当咱三家咧做礼拜，有一个足好对咱有帮助的事。即个有帮助的事，你前2-3年有一个医学期刊的论文，就是安尼刊载即个小论。写这个文章的作者是咱台湾的一个医生，我相信伊应该嘛是基督徒。伊讲，你观察大约40位有一款思觉失调的患者的中间，伊运用一寡基督徒的团体，比如讲赞美之泉，比如讲天韵合唱团，因俄罗的诗歌来互伊遮患者来听，不止听，伊佫鼓励因会当做伙唱。后来伊发现，当遮患者常常听遮俄罗的诗歌，甚至对咧做伙唱的时阵，迄个治疗的效果更较好。即到我前几工有看到一个新闻的节目，伊有一个专题。伊原本这个专题所咧讲的是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重，所以若像咧讲，迄款有忧郁症、躁郁症患者的比率哪悬，一直咧加添。
即款的 more and more 的加添，我相信咱袂感觉这是一个好事。即款生活压力的加添，咱无可能会感觉这是一个好事。所以，因有去访问一个台北荣总的医师，这个荣总的医师讲，其实也要对咱的身体、身躯好，咱常常需要做的是两项事。一项事是运动，另外一项事是啥物？恁摇看卖？唱歌。你袂使，恁有唱歌，恁就讲唱歌，人凡事做别项代志，对身体嘛做好。真正诶，这个荣总的医生咧讲的，就是唱歌。伊的理论真简单，比如讲，咱若咧唱歌的时阵，徛诶摇诶，咱就不只是脑筋咧动咧唱歌尔，包括咱身躯而且咧震动的时阵，咱的脑嘛一直咧想办法维持咱身体的平衡。特别是伊有提到。毋是你家己一个住厝唱歌就好，咱来当有机会，比如讲参加雅音合唱团、参加咱的圣歌队、参加咱敬拜团，迄是一群人做伙唱。即款的唱歌不只是你唱，你爱看指挥，你爱听别人安怎唱，你爱听钢琴、听其他乐手安怎弹。特别是第一堂的华语礼拜，咱伫咧唱俄罗斯歌的时阵，咱过会伫咧拍谱啊，所以咱会当看到，平平唱一首诗歌。咱会当目睭咧震动，耳孔咧震动，喙咧震动，咱身躯也咧震动的时阵，这个荣总医生讲，对咱的帮助会非常大。所以运动有可能对有的人无拄拄遐方便，甚至咱莫看讲，毋是大人无方便尔，真个青壮年咧食头路的过程中间压力真大，因为上班时间真长。所以你讲叫伊下班了去运动，有的人嘛无迄个体力，无迄个心思要搁去运动。但是不管安那，随时随地我们唱赞美上帝的诗歌，对咱来讲是真容易做会到的。特别是当咱三个伫遮组织做礼拜的时阵，有人甲人的交谊，有咱做伙敬拜，这对咱来讲是保持咱身心灵健康足好的方式啊。其实这嘛无需要讲2-3年前这个论文伫遐做咧研究。咱的圣经里2-3千年前就甲咱讲啊，喜乐的心乃是，恁拢知嘛？毋免读甲做医生，毋免读甲博士，咱看圣经就知影。所以对咱来讲，足侪代志是在伫咱家己的想法。咱会当用咱的心态，常常保持感恩的心，想感恩的上帝，感谢的事。咱的嘴常常唱出俄罗斯歌的时阵，咱的心嘛会对咧欢喜。快乐啊！也就是讲，信仰对咱帮助，无拄拄是上帝直接出手，为着咱解决真侪咱所面对的问题甲挑战。圣经甲咱讲的是，咱的拜上帝要真做咱的力量。圣经甲咱讲的是，主耶稣要真做咱的陪伴，陪伴咱做伙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。所以，咱若真正好好来想，无毋对，伫咱现实的生活中间，咱有真侪生活、工作，甚至读册顶面的压力，有真侪咱无想到的挑战、艰难，甚至亲像昨共款亲人的失丧。但是，咱若好好想，我相信咱嘛会当想到，上帝嘛将真侪真好的事，上帝嘛将真侪趣味的事放伫咱身上，放伫咱身边啊。就亲像昨个别是结束了后，有一寡亲友就离开，但是这囝孙仔有因的阿姨的家族，有因阿姑的家族，就算做火化的中间，因拢无离开，拢伫遐陪伴这个家庭、这个遗族啊。恁敢知？当大家毋甘离开的时阵，我甲牧师娘菜大遐，阮嘛毋敢离开，继续伫遐甲大家做伙开讲。伫遐做伙开讲的中间，发现其中因有囝孙仔，其实住伫古亭遮尔呢。好，牧师娘就赶紧去找因遐的同辈，去招因遮住伫古亭附近遮的囝孙仔，是毋是有机会会当来咱台北南门？囡仔来咱的主日学，国中生来咱的少年团契，爸母来咱的基石团契、磐石团契，安尼无做好。所以伫遐一直甲因招，一直甲因招。但是惊讲，甲因招的遮的长辈，甲因招的遮的表兄弟姐妹，甲无住伫咱遮附近的时阵，无人陪伴，嘛做有可能因
无法度达到咱的教会啊。所以其实上好的陪伴、上好的邀请是咱会当陪伴受邀请的遮的亲友、同事、同学，会当相甲来到咱的中间啊。这就亲像讲，咱所在甲准时做伙做礼拜，做伙伫团契内面有团契的生活，做伙唱歌学乐，会当带予咱心灵的欢喜甲健康。是安那，咱无爱互遮伫外口还未踏入教会，遮的亲友、同事、同学，嘛有这个机会，甲咱享受、领受即款的欢喜、喜乐咧。所以其实这个相片，我相信咱真正有互大家看过，还有印象无？即群人咧创啥？报佳音吼，咱很准是咱去唱歌互人听，咱很准是咱准备小礼物去送互过路的人，去送互遐个店家甲厝边。但是我真正甲咱讲过，离南昌公园两路的报佳音，最后离南昌公园集合，佮伫遐做伙唱圣诞的歌曲。最后伫遐解散的时阵，有咱主力二小朋友就走来问我甲牧师娘，牧师娘，明年敢有报佳音，因要佮参加？包括伫报佳音的过程中间，一寡做爸母的吼，相机、手机啊，起来一直翕，伫遐的囡仔走来走去，咱就通知影。参与伫即中间的爸母也好，囡仔也好，大家拢足欢喜快乐的。所以咱现阵咱是咧报佳音洪灾，其实得到即款哪济喜乐甲欢笑的，其实是咱家己啊。就亲像照一个相片，过去阮伫家己广南教会咧牧会的时阵，过偌济也好，阮会准备过偌济个卵去分送互村内每一户家庭。圣诞节的时阵，嘛会做一寡小礼物，唱着歌去报佳音，嘛分送遮个小礼物，互广南村内面每一个家庭。所以我会记得有一年，迄一年阮分三路对无共款的方向去。伫阮即路一直行的时阵，行到一个厝内的门口，因为庄脚常因为迄个二合院、三合院的状况，所以对车路行入来大门，还有一个拱亭，这个拱亭。才有法度入来真正咧大即个厝的门，所以阮对即个车路一行入来，伫迄个顶斗的时阵，阮就开始唱圣诞节的诗歌。所以住伫内面有一对翁仔某，听到有人伫外口唱歌，就徛伫恁厝门骹口咧看外口发生什么代志。当阮将遮个诗歌唱了后，佮将即个小礼物送到因的手中，一对翁仔某非常欢喜，因讲。教会既然还佫会记起因两个孤单的老人啊，请听清楚，孤单的老人啊。所以当小礼物嘛放好啊，大家互祝圣诞快乐了后，阮就对内面要往即个顶斗行出来到外口的车路，即对老人仔某一直对，一直咧甲阮讲谢多谢，谢多谢，谢多谢，谢多谢。我毋知影讲，原来咱唱两条诗歌，送一个小礼物。会当互因遮欢喜，说多谢，安尼一直说多谢。同款伫迄斗，阮行到另外一个家庭的时阵，其中有一个大概约60岁的人，伊讲伊一世人拢住伫广南村。伊讲阮拜佛的，阮拜观音的，阮拜妈祖的，甲恁拜耶稣的无共。所以过去嘛有人来招伊去教会，但是伊家己讲，伊家己甲家己讲，我一世人哪有可能去教会咧？但是当阮去唱诗歌，互伊听，送礼物互伊的时阵，伊既然甲阮讲，伊讲伊一世人无可能去教会，但是伊无想到的是，教会人既然来因兜啊。所以咱通知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会当带有遮个村民遐尼多的欢喜甲快乐，甚至咱伫中间真正得到上济欢喜甲快乐的，是咱家己啊。所以灵魂也这。有可能是咱现实的生活中间，真正生活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、工作的压力多。但是咱若详细想、详细看，上帝嘛将真多的恩典、真多的祝福赏赐予咱啊。只是咱有注意到无？咱有伸手去领受这款的祝福无？就亲像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要互伊成做多国之父，但是亚伯拉罕要成做一个真侪民族国家
的祖先的时阵，伊嘛需要家己爱先离开本家、本族、本地，去到迦南地啊。就亲像你埃及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祝福因，应允因要得地为业。但是这以色列人，伊嘛需要家己离开埃及，经过旷野，跨越约旦河，进入上帝要应许他们的地啊。所以当咱咧讲 more and more 的时阵，上帝祝福要哪来哪济稳定互咱的时阵，其实有一个秘诀。迄个秘诀就是讲，咱家己嘛需要投入愈济，参与愈济，彼此分享、操练、服侍愈济的时阵，咱会当真做迄个得到愈济的人啊！就亲像即边，咱有7个青年青少年，互牧师娘带去参加6间教会联合建造营。其中有一个青少年，伊真古锥、真诚实，伊讲，本来吼足无想要来的呢，尾仔是互因爸爸逼来的啦。我毋知牧师娘安尼听到，心内安怎想？迄我听到我惊一跳。哦，但是，咱若听到“但是”两字出来的时阵，咱就知后壁的故事无共款啊。这个青少年讲：“好佳在我有来，我来遮得到足多，而且我嘛交到新的朋友，甚至伫迄个建造营、迄个大的赖群组内面，伊发表足多，分享足多伊的感想。所以咱就通知，当因开始讲时间伫迄个建造营，因真正看到真多，听到真多，得到真多啊。所以这款 more and more 的愈济操练，互因会当 better and better。透过这操练，透过这彼此的分享，互因的成长一日一日那加天啊！所以咱就通知上帝对咱的心意。袂因为咱的年龄嘛，袂因为咱的经验，袂因为咱是查甫查某，袂因为咱是啥物款的背景，上帝的心意就是要祝福咱。所以对今仔的经文，大安尼读过，我毋知咱抑有印象无？但是伫经文的中间，咱会通来看，圣经所甲咱讲的上帝的心意，伊的祝福是要互咱更加的力量，是要互咱更加多的力量。就亲像早前，当咱台湾的兵役改做4个月的时阵，有当时咧听一寡青年咧做兵的状况，听了拢会感觉足爱笑。迄款爱笑就是讲，比如讲，捌有一个青年，伊咧做4个月迄款的兵的时阵，我咧问因讲，恁这4个月常常咧创啥？伊讲开上济的时阵，拢是咧扫地，甲伫中山市内底咧擦枪保养枪械。啊，恁敢无走500障碍？伊讲无咧，平常时拢袂做这。啊，亲像阮迄阵伫部队的时阵，下早仔起来爱先走5000公尺，尾暗要扫草的时阵爱走5000公尺。啊，恁真有安尼吗？伊讲无咧，有当时啊一礼拜就经几工啊去走一遍1500公尺安尼尔。所以当迄阵4个月兵哥遐青年一个转来的时阵，咧甲因咧开讲做兵的日子，因无啥物通好分享，无啥物通好讲呢。逐工拢咧扫地，逐工拢咧擦枪，但是我相信咱中间搞迄款做瓦人的、做海陆啊的，咱互操愈多，甚至比如讲我做兵2年拢伫基地，啊不断就是4对抗、2对抗迄款的经验的时阵，有当时啊讲咱讲较臭屁的，会当互咱臭屁一世人呢。但是遮做4个月青年倒转的时阵，问因入兵营做啥物操练，有啥物趣味、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，侪人拢想袂出来。啊，就规工伫遐扫地，规工伫遐擦枪、保养枪械尔。有当时啊，迄阵我咧想的就是讲，啊，即款的阿兵哥，真正咱若要讲抗中保台，真正要小战，是要安怎战？但是即个青年嘛真巧，伊讲无咧，真吼靠飞弹，真吼靠无人机就好啊。但是前一站，咱的国防部有讲，美军看到咱的4对抗、2对抗，看到咱的一寡操练的时阵，美军甲咱的国防部建议讲，安尼袂使，安尼真正袂使。所以国防部有咧讲，啊无是毋是有机会将即款的2对抗、4对抗，对目前的3工4工，甲增加甲10工9暝，恁感觉安尼有好无？
家己还未做兵的后生，咱可能会感觉毋甘；咱若已经做兵倒来，有可能会感觉安尼好。但是其实真正的，愈侪操练，有当时真正训练，互咱愈强的意志力，愈坚强的能力啊。所以伫咱经文的中间，咱通看去，使徒保罗的祈祷，毋是祈祷上帝来改变咱的环境，互咱的环境哪来哪舒适，哪来愈合伫咱。保罗的祈祷是讲，愿被上帝成做咱的帮助，当咱拄到面对这款的环境的时阵，互咱有够野的力量，刚强来面对啊。你当多的经文嘛，甲咱讲，咱的基督内面，咱的听爱扎根在耶稣基督内面啊。所以咱有印象，前几礼拜咱讲过几啊遍接待厝外的人，因为旧约一直甲新约不断甲咱讲，当咱接待厝外的人的时阵，有可能咱就接待到上帝的使者，接待到主耶稣啊。所以咱上年生命真正的成长，不只是咱的财富变更较济，不只是咱的能力变更较济，咱爱有更较济的听，会当包容、宽容无共款的人。特别是我毋知影，咱真做爸母的有发现这样事无？咱做阿公阿嬷的有发现这样事无？经过疫情迄个世代的囡仔，经过疫情迄个世代的青少年，有当时因所想所做的事，真正甲咱完全无共啊，差足济啊！因所咧想的，甲咱咧做的无共啊！就亲像前几天嘛，有一个新闻节目咧访问到一个少年人，伊已经37岁啊。伊讲伊真是家己大，还是有买厝等等的行为作为无？伊讲毋免啊！我的薪水逐年安尼出国啊，去健身房交遐健身的月费啊，手机啊费高高的，我家己赚着月光族啊嘛。所以记者就问讲：安尼你是家己外口租厝住，还是住伫厝里？啊，住伫厝里啊！这个37岁的青年讲甲足自由自在，无啥物负担呢。我住伫厝里啊，3顿靠爸母，我家己赚的家己开就好嘛。所以新闻记者就甲问讲：但是安尼你敢有计划有想要结婚无？伊讲想罔想啦，毋免啦，家己安尼就好啊啦，快活。我毋知影讲伫咱的身边，嘛有即款的青年安尼甲咱分享无？所以咧讲的就是讲，当咱愈侪会听，愈侪包容宽容嘛，包括咱会当有愈侪理解、愈侪耐心来面对咱这个青少年、这个囡仔。因为这个青少年、这个囡仔所想、所行、所做，有可能真正甲咱已经拢无啥共去啊。同款伫经文内面嘛，甲咱讲，毋望咱会当有更较多的认捌。认捌上帝，毋是靠读圣经尔的认捌。当然，这是上界基本的事，但是今仔日咱的经文甲咱讲，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爱对死的无共款的面向，对死的无共款的向度来认捌上帝啊。对长、对宽、对悬、对深来认捌上帝啊。上好就是看到主耶稣予咱的模样，因为咱所看到对长，这是跨越这个时间空间的。咱咧读圣经，不只是用咱真的观念咧读圣经，咱来跨越时间、跨越空间去想到2000年前、3000年前、4000年前所发生的事，是安怎上帝要安尼讲？同款上帝的心意，伫咱这个年代，伊要甲咱安怎讲？跨的部分就包括讲，主耶稣爱咱人人归主，这嘛包容万民、众民归主啊。悬，咱嘛不只是伫这个世间上地面上尔。咱嘛爱知影，咱所行所做，咱所行所做，其实嘛关乎着咱爬上帝伊的荣耀啊。深包括讲，有可能咱的人生、咱的生活，嘛会拄到一寡关卡，会拄到无共款的挑战。若是安尼，互这个信仰，互咱的主耶稣，互咱的爬上帝陪伴咱，有机会互咱更较侪力量。咱三个来面对咱的生命、咱的生活，所以伫经文的中间嘛，甲咱讲到上帝的恩典其实是丰富的。这款的丰富，毋是教育用尔，这款的丰富，毋是教育咱用尔。
上帝话甲咱讲的是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啊！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啊！所以有可能咱真个人的烦恼，我毋知影你的烦恼家己体重伤重爱减肥无？我毋知咱的烦恼，咱的身高伤悬，所以食物件爱节制无？当咱安尼想的时阵，咱就通知上帝恩典满满，互咱知影圣经所咧甲咱讲的爱节制啊！所以各位兄弟，上帝互咱真正的祝福，不只是咱正看会到、听会到、手摸会到的尔，因为这款的祝福是加法，1+1等于2，10+10等于20，40+4020+20等于40，安尼有好无？有啦吼，有好啦吼。但是我相信上帝所赏赐咱的祝福甲恩典，不只是看会到、摸会到这些物件尔。上帝的祝福是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这叫做乘法，有可能咱拄开始的时阵1×1，人1+1比咱较多呢，人1+1等于2比咱1×1较多呢。但是咱会当了解，上帝的祝福不只是物质上，不只是咱一般做代志上的能力，上帝的祝福佫包括咱家庭的和乐，上帝的祝福佫包括咱的教会内面有侪咱的兄弟姊妹，而且做伙分享，做伙彼此带导，做伙关心嘛。所以当这个乘法互咱的时阵，有可能1×1，咱会羡慕人讲，咱人买物件统一发票着200万，人买大乐透会当着偌济拄偌济。但是咱有看过着大乐透迄着几亿的人，伊足欢喜分享互咱无？甲这个好消息讲互咱听无？应该无吧？凡是咱的亲戚朋友中间真正有人着过大乐透，也是昨去刮刮乐着1000万，但是伊无可能甲你讲啦。惊嘛惊死，佫互你知，等下甲我借钱；惊嘛惊死，等下叫我投资；惊嘛惊死，等下叫我保险买迄个理财型的产品。所以倒一个中大乐透的，倒一个中着刮刮乐1000万、2000万的，会去甲恁报好消息。所以有当时上帝所予咱的恩典，不只是咱手摸会到、看会到的，是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伫咱的生活中间，伫咱的生命中间一款的倍增啊！就亲像昨有咧教这个过身的姊妹，伊4个后生查某囝咧开讲，想讲因其中嘛有未结婚的弟弟妹妹甲姐姐哥哥住做伙，安尼应该感情真好啦吼，无带做伙来咱台北南门做礼拜参加团契，囡仔会来主日学。我毋知因是毋是咧开玩笑，因讲无咧，阮感情无遐好。所以平常时啥物人咧做啥物，因嘛无拄遐了解，安尼就可惜啊！因为上帝祝福满满，包括伫咱的夫妻感情，包括咱的亲子的感情啊。所以有当时咱当看到，咱今年开始拜四下暗有祈祷会，本来咧讲咱7点半开始，8点45结束。咱的祈祷会真自由，你啊上班拖着，也是有啥物代志延迟着无要紧，你迟到就迟到，做你来无要紧。你也真正有代志要先离开嘛无要紧，时间到你该走你就做你离开。所以咱一开始会先用一个短短圣经做一个小分享了后，咱共款会有诗歌的学乐赞美。了后，咱有讲道的部分，讲道结束了后，咱会看今仔日来参加的兄弟有偌济人，咱分无共款的小组，伫遐做彼此的分享甲带导。第一道、第二道的祈祷会，真正大概8点45，咱讲8点45就迄个时间结束嘛。但是到，我发现一件事，开始到9点才有人结束，因为分的小组先结束的先离开，你毋免等其他的人。到，有人来到9点，9点10分、9点15才结束。我拢会烦恼讲，恁一工安尼工作遐无用啊，到9点15还佫毋走吗？安尼会伤忝无？结果顶礼拜因为新春的关系，咱祈祷会暂停1道，毋知是因为暂停1道，所以顶礼拜迄道的祈祷会，大概有伤侪物件要分享，还是安怎我毋知。既然我看到手表啊，下暗10点啊，抑佫毋结束，
但是我相信一项事唔结束，是因为因有真侪代志通分享，因有真侪代志你遐咧彼此代祷啊，甚至互我感觉足奇怪，一个祈祷会，一个你遐咧代祷，会当代祷甲安那会咧写白板？恁看有恁写啥无？啊，毋是分小组，你遐咧分享代祷吗？代祷啊，你遐咧写白板？这就是我所讲的。当咱投入愈侪、参与愈侪、学习愈侪的时阵，咱会当发现愈侪的快乐，愈侪的得着啊。more and more 的投入愈侪、参与愈侪，得着就愈侪啊。所以同款，今仔日咱礼拜结束，做伙食一个爱餐。爱餐结束，咱就夫妇团契，有兄弟团契。就算做你毋是夫妇团契、兄弟团契成员，你会当看到，今仔日咱有两种无共款足好的分享，所以你也无赶紧要回去，你嘛会当留落来参加团契啊。愈侪团契生活，愈侪教会生活，会当互咱伫基督耶稣内面有愈密切的连结。当咱愈密切的连结的时阵，咱嘛通相信，咱就有愈侪的力量投入社会服务啊。啊，无像咱拄一开始咧讲的，咱若真侪教会伫最近这10年来拢衰退3成来讲，表示咱的力量卖哪少，咱有法度贡献社会、贡献这个社区的能力，咱嘛有可能会倒退路。所以不管安怎，咱若会当真做有教育的力量，伫这个社区真做正人的祝福甲帮助的时阵，咱一定嘛会欢喜快乐啊！所以这段的经文，咱搁做伙来读一遍。基督对恁的信来徛起伫恁的心，互恁定根伫恁爱，互众圣徒晓悟迄个长阔高深基督的疼，互恁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，互咱会当照上帝招庇的充满来得到充满。恩上加恩，利上加利啊！只是咱嘛毋通袂记，咱伫社会成功真好，咱伫社会成功嘛会当带互咱更较侪能力来真做社会祝福。但是咱的成功不只是事业顶面的成功、读册顶面的成功，咱伫上帝面头前，咱嘛要做一个真做上帝囝儿的成功啊！伫上帝囝儿的成功，你感觉？是啥物？咱伫上帝面头前的成功是啥物？我相信咱的爸上帝要求的应该无济。咱伫咱中间做爸母的、做阿公阿嬷，一定就知。咱若看到咱的囝儿孙，无甲叫，伊就帮咱去扫地、油涂骹、洗碗，咱的心会感觉即个囡仔大汉啊无？会做欢喜无？咱若感觉咱的囡仔出去耍，甲同学出去耍，甲同事出去耍，倒转的时阵，过会准备一寡乌米仔个倒转来，互咱斗分享，你会感觉这个囡仔大汉啊无？我相信，伫上帝面头前，咱所行所做，若是行着上帝心所欢喜意爱的事，咱就成功啊！咱若三甲伫遮组织敬拜上帝，咱就成功啊！咱会当伫教会做伙服侍，咱就成功啊！所以，愿上帝伫咱新春了后的第一个主日，真正将伊恩典温上加温，伊丰富的祝福，互咱日常加入伫咱的中间。你讲安尼好无？好吼，来，甲厝边隔壁，你去大声甲讲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愿上帝祝福你，愿上帝祝福咱大家。三甲来祈祷，天父，阮的上帝。伫这个新春的假期的中间，你的正囝儿今仔日欢喜意爱，佮三甲伫遮组织，伫你的殿内敬拜。我若永远欢喜感恩的心，唱出俄乐的歌声，赞美你的歌声。我若恳求你的慈悲怜悯，你医治的恩典，你所赏赐的智慧甲能力，拢常常交阮伫地。佮再一遍拜你，上阮的感谢，安尼祈祷拢上去主耶稣基督圣名。三甲用圣诗来回应所领受的信息。圣诗611首，
地主的人有幸福，请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陈小文执事、陈振宇执事来书献。请起立，唱奉献的诗歌，我的性命献给你。请坐，即时来报告。
教会消息，第一点，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。礼拜后，请劳部、庆安、高义、甲地下室到店来享受爱餐。今仔日服侍是妇女团契。第二点，国际基督教合唱指挥团主办本会协办的指挥演习营甲合唱演习营，伫即礼拜四甲礼拜伫本会举行。团契的消息，妇女团契2月份的例会伫今仔日12点半伫5楼举行，请马街病院的复健科的张义斌主任专题演讲，伊的题目是老人复健的问题，请大家踊参加。少年团契今仔日礼拜爱餐后伫地下室举行2月份的例会，请慈运牧师娘来分享微笑16秒，请相连的兄弟到阵来参加聚会。社区活动3月甲6月有3项的社区的活动哦。第二个是智慧手机班，是伫拜二的上午9点上课，3月初10开课，每一个人1800块。第二项是长青乐活站，拜四9点上课，3月初5开课吼，每一个人交2000块。啊，搁烘焙班。春季的烘焙班嘛开始要招生吼，但是烘焙班是2礼拜上一遍，是伫个时间是礼拜下晡的2点到5点吼。啊，请18岁以上的女性参加哦，是有资格限定吼。啊，学费是2000块，欢迎咱会友邀请无导友来参加，请恩思涵报名12名额满。教界的消息甲大道事项，请大家家己看。即马要来行平安礼，圣诗527首，咱拢诚做一个人。
再经上营，圣诗397首、94首，即时礼拜特别煞。愿拜上帝伫新的一年赐福佮保护咱；愿拜上帝伊的面的光照咱佮施恩互咱；愿拜上帝欢喜的面看咱，赏赐咱以及咱的亲人喜乐佮平安，对即时伫甲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阿门颂。请坐，白倒避讳。